事局掠到一个签到的网站，嫌犯甲东南亚的搅场来合作，总管是用真人来直播，互搅客会当伫个线顶来落赌。今年的1月到4月，这个缴金就高达3800亿。这刑事局要甲52个人带转去门口间的时阵，嘛唔敢大意，一个来查旅游史，搁来消毒量体温。调查员入去到签报网站的机房，超出3000万块现金进行因电脑系统，再甲东南亚的交警连线直播发牌进行。是真人的即时发牌影像，影像荷官在发牌的同时，就是正在发牌，并非预录的画面。真人咧发牌有真侪人咧博，干那今年1月到4月，缴金就3800多亿。为了维护直播系统，网站的员工有52个人。为了避免群聚集体感染，刑事局将因带转警察局的时分做2组成立门口排练，量体温甲消毒调查旅游史。员工嘛真配合，因为伊嘛真遵守公司的防疫措施。自主管理啊，有做那个体温表哈，另外也有宣导，就是有去相关景点的部分啊，那就配合在居家自主管理。刑事局讲，嫌犯佫将机房分布伫无共款的路站，上届重要的6位系统工程师伫同一站工作，用轮班的，避免群聚集体感染造成系统故障。虽然讲美国疫情，却是避袂过警方的查缉，52人拢依照违反洗钱防治法加跋筊罪移送。